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推出着农产品拍折券的活动，只要使用实体5倍券，到台南市配合的85间的店家来消费，就会当来得到回馈，会当来抽大奖。 为了推广台南的农特产品，市政府农业局即马配合马上就要实施5倍券，今马推出农业拍折的活动，民众使用实体5倍券，去配合的85间店消费，拢会使拍折。那当领到20块交50块的优惠券，而且这20块交50块的优惠券，买当来参加抽奖。 除了市政府加码以外，民间的企业团体嘛推出优待，其中台南市第一期款会阁加码。 互消费者趁这个机会，会使食到大北门地区优质的水产。宜前会本身还会再加码10%，所以等同你拿1000块的那个消费券5倍券来宜前会，你可以使用到1200块。 这摆活动配合的店面真多元，除了农会超市、阁休闲农场、甲社区发展协会等等，抽奖活动嘛为11月份会开始。 合作店面农业局网站拢有公布，有兴趣乡亲会使上网络去查询。